不管蔡英文政府把双十节的英文名称改做台湾 National Day， 前总统马英九今仔日批评讲，这蔡政府故意把台湾变作是改变国家名称，而且要把这国庆改做是台湾国的国庆，是台独路线，宣布不要参加今年国庆大会。蔡英文政府把中华民国国庆改成了台湾国庆日，而且可以用英文传递到全世界。 这是违反中华民国宪法，也危害台湾人民安全。那这个东西，马前总统决定今年要拒绝出席蔡英文政府办的所谓的台湾国庆日。马英九基金会强调，马前总统去年捌公开呼吁蔡总统以及筹办国庆大会立法院长游锡堃，莫阁用台湾 National Day 来称做国庆的英文名称。想袂到今年有关是安尼，所以袂出席这典礼。那阵出席呢是背书来替台独路线背书，危害到台湾安全，伤害到中华民国，也因为安尼先拒绝出席国庆大会。